2025年11月22日，常年期第33週星期六，聖女則濟利亞童貞殉道紀念日。主題：這關乎正義。人死後仲有生命嗎？我相信係有嘅。耶穌嘅教導同埋佢嘅復活，證實咗人死後仍然有生命。今日我哋聽到咁樣堪得來世及堪當由死者中復活嘅人係唔再死。人死後嘅生命係點樣嘅呢？喺我嚟睇，呢一個係無法用言語去表達嘅。上慈天使又係乜嘢意思呢？此外，佢哋也不娶也不嫁。路加福音20章35節。呢句說話既可以係使人獲得自由，亦都可以係令人沮喪。對嗰啲將婚姻視為人生中可悲嘅錯誤嘅人嚟講，係獲得自由；對嗰啲期望同超越死亡嘅所愛嘅人喺一齊嘅人嚟講，係令人沮喪嘅。作為天主教徒，我哋用3個概念嚟到描述人死後嘅生命：地獄、煉獄同埋天堂。煉獄嘅觀點係由馬加伯下書12章38至到45節，仲有格林多人前書嘅3章15節嘅章節所支持嘅。地獄嘅概念可以追溯到舊以色列喺耶路撒冷附近嘅本希龍山谷舉行嘅一種可怕嘅儀式，將佢哋嘅兒子獻祭俾異教神靈。當呢種做法最終被廢除嘅時候，嗰個地方只係適合做垃圾場。佢鬱積嘅火無休止地燃燒，俾猶太人同埋基督徒一個象徵嚟到描述地獄。最後講到天堂，我哋可以睇下著名嘅章節《默示錄》第21章中關於新天新地嘅描述。我哋喺嗰度讀到天主要釋去我們眼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默示錄21章4節。但係實際上，我哋將來係點，仲係未係好明顯。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講，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格林多人前書2章9節。另外，耶穌同埋撒杜塞人之間關於復活嘅討論，包含咗一個驚人嘅訊息。耶穌提醒我哋，天主將自己同具體嘅人聯繫咗一齊。佢被稱為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同埋雅各伯的天主。我哋可以將我哋嘅祖先同埋已故嘅親人包括在內，稱佢哋為奧斯定的天主、艾琳的天主、約瑟的天主和卡林的天主。呢啲都係我嘅祖父母嘅名字。雖然我哋認為佢哋已經死咗，但係耶穌就認為佢哋仍然喺度生活緊。天主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路加福音20章38節。相信死者復活係我哋相信嘅基礎。此外，天主教嘅獨特之處係在於宣講，隨住耶穌嘅復活，死人嘅復活已經開始。點解呢一種信仰係咁重要呢？因為復活關乎正義。好多人相信靈魂嘅不朽同埋靈魂嘅轉移，後者即是佛教佢哋所講嘅輪迴轉世。好多人堅持佛教嘅極樂世界嘅信仰，夢想逃離今生嘅苦難。也許有一日，有啲人可能會離開地球，離開嗰啲尚未解決嘅問題。佢哋乘坐航天飛船去到月球，
並試圖喺嗰度建立一個更好嘅文明。但係呢一種天堂般嘅逃離，永遠係唔會對亡者同埋世人公正。在世嘅改變同埋死者嘅復活，先係我哋對信仰、善良同埋正義嘅天主嘅有力表達。